主任，種牙係咪即日就可以搞掂？我朋友個個都話好快㗎。我應唔應該同佢講，種牙唔係嚟就種，而係一個需要評估同規劃嘅治療程序。你嘅牙槽骨夠唔夠？牙肉有冇發炎？隔離隻牙係咪仲有問題？呢啲全部都會影響到種牙嘅穩定性。如果夾硬直接就種，輕則失敗要重做，重則會感染骨吸收，到最後牙又種唔成，錢又白白嘥咗。所以我一般都會建議預先同醫生講清楚你嘅身體狀況，先拍片檢查牙周，評估骨量，準備好適合嘅環境，再開始種牙。咁樣種入去嘅植體先會穩陣，用得耐，長遠亦更加安心。要記住，種牙係一個周期性嘅過程，需要一步一步慢慢進行，絕對唔係一錘子買賣。我差啲忍唔住笑出聲，算啦，我都係直接同佢講明白啦。